城市大声朗读 APP 萤幕录影《三国志》第33页最后一段了。胡亥之沙蒙田也，田曰：自吴先人及至子孙，悉信于秦30矣。今臣将兵30余万，其势足以背叛，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，不敢入先人之教以望先王也。孤每读此二人书，未尝不怆然流涕也。孤祖父以至孤身，皆当亲重之任，可谓见信者矣，以及披击。子直、子桓兄弟过于30矣。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，常以与妻妾，皆令深知此意。孤谓之言，故我万年之后，汝曹皆当出嫁，欲令传到我心，使他人皆知之。孤此言皆干戈之要也。所以勤恳恳续心腹者，见周公有金腾之书以自明，恐人不信之故。然欲孤变而委捐所点兵，以还职事，归就武平侯国，实不可也。何者？诚恐己离兵为人所惑也。既为子孙祭，又己败则国家轻为，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，此所不得为也。前朝恩封三子为侯，故辞不受，今更欲受之，非欲复以为荣，欲以为外援，为万安计。孤闻介推之必尽封，身须之讨处赏，未尝不舍书而叹，有以自行也。奉国威灵，仗月征伐，推弱以克强，处小而擒大，义之所图，动无为事，心之所虑，何相不济，遂荡平天下，不入主命，可谓天助汉室，非人力也。然封监4县，10户3万，何得堪之？江湖未尽，不可让位，至于一土，可得而辞。今上韩阳下，浙苦3县户2万，但15平万户，且以分损谤义，少减孤之责也。16年春正月1，天子命公世子丕为武关中郎将，至官署，为丞相父。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，遣夏侯渊、徐晃为破之。张鲁据汉中，3月遣中游讨之。公使渊等出河东与游会。注1，魏书曰：庚辰，天子报，减户5000，分所让3县15000，封3子，职位平原侯，去为范阳侯，报为饶阳侯，11个5000户。是时关中诸将夷犹豫自袭，马超遂与韩遂、杨秋、李堪、程颐等叛，遣曹仁讨之。超等屯潼关，攻斥诸将，关西兵惊汉，先避勿与战。秋7月，攻西征，1，与超等加关而军。公即持之，而遣徐晃、朱灵等夜渡蒲坂津，据河西魏营。公披击，自潼关北渡，魏济、超复传急战。校尉丁非因放牛马以饵贼，贼乱取牛马，公乃得渡。2，循河未甬道而南。贼退，据魏口，公乃多设疑兵，遣以周载兵入魏，魏浮桥，夜分兵结营于魏南。贼夜攻营，伏兵急破之。超等屯魏南，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，公不许。9月，进军渡魏。3，超等数挑战，又不许，故请割地，求送任子，公用假许计，未许之。韩遂请与公相见，公与遂父同岁孝廉，又与遂同时柴备，于是交马与仪时，不及军事，但说京都旧故，俯首欢笑。既罢，超等问遂，公何言？双引号。遂曰：无所言也。超等疑之。4，他日，公又与遂书，多所点窜，如遂改定者，超等欲疑遂。公乃与克日会战，先以轻兵挑之，战良久，乃纵虎骑夹击，大破之，斩程颐、李堪等。遂超等走凉州，杨秋奔安定，关中平。诸将或问公曰：初，贼守潼关，魏北道缺，不从河东及冯异而反守潼关，以日而后北渡，何也？公曰：贼守潼关，若无入河东，贼必以守诸津，则西河未可渡，无故胜兵向潼关，贼西南守，西河之备虚，故二将得善取西河，
然后引军北渡，贼不能与吴征西河者，已有二江之军也。连车数诈，未甬道而南。五，既为不可胜，且以势弱。部位未坚垒，鲁智不出，所以交之也。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。吾顺言许之，所以从其意，使自安而不畏备。因蓄士卒之力，一旦击之，所谓急雷不及掩耳，兵之变化，故非一道也。使贼每一步到，攻者有喜色。贼破之后，诸将问其故。公答曰：关中长远，若贼各依险阻，争之，不一2年不可定也。今皆来急，其虽多，莫相归服，君无事主，一举可灭，魏公差异，无事以喜。双引号披击注一，魏书曰：义者多言，关西兵强，袭长矛，非精选前锋，则不可以当也。公谓诸将曰：战在我，非在贼也。贼虽袭长矛，将使不得以刺，诸军但观之耳。双引号注二，曹瞒传曰：公将过河，前队士渡，超等焉至，公犹坐湖不起。张合等见势急，共引公入船。河水急，彼渡，流4、5里，超等齐追射之，始下如雨。诸将见军败，不知公所在，皆惶惧，至见，乃悲喜，或流涕。公大笑曰：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？双引号注三，曹瞒传曰：时公军每渡魏，则魏超其所冲突，营不得利，地又多沙，不可筑垒。娄子伯说公曰：今天寒，可起沙未成，以水灌之，可一夜而成。公从之，乃多作坚囊以运水，夜渡兵作城，彼明成立，由是公军尽得渡魏。或疑于19月，水未应动。陈松之案未书，公军8月至潼关，闰月北渡河，则其年闰8月也。至此容可大寒邪？注四，魏书曰：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。诸将曰：公与鲁交语，不宜轻托，可谓木行马以为防恶。公然之。贼将见公，悉于马上拜秦胡关者，前后重踏。公笑谓贼曰：汝欲观曹公邪？亦由人也，非有4目2口，但多智耳。胡前后大关，6列铁骑5000卫10重臣，金光耀日，贼亦震惧。注五，陈松之案，汉高祖2年，与楚战荥阳津，所之间，驻甬道蜀河以取敖仓粟。应少曰：恐敌超辎重，故筑垣墙如街巷也。今魏武不筑垣墙，但连车数诈以汉2面。冬10月，军自长安北征阳丘，为安定。秋将复其爵位，披击，使刘府其民人。12月，自安定海，留夏侯渊屯长安。注一，魏略曰：阳丘，黄初中迁讨寇将军，魏特进，封临京侯，以寿终。17年春正月，公还夜，天子命公暂拜不明，入朝不趋，见履上殿，如萧何故事。马超于梁兴等屯蓝田，使夏侯渊及平之。歌河内之荡阴，朝歌、临绿、东郡之魏国、顿丘、东武阳、发干、巨鹿之颍陶、曲周、南河、广平之任城、赵之襄国、邯郸、益阳以邑卫郡。